落丰年祭是部落大事，在这一次的活动中，不管是阿美族或其他族群的新北市族人，都深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在今年首次办理的部落祭仪研习中，族人们谦卑地向部落学习语言、歌谣与舞蹈，也再次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祭仪。部落成员也会将最精彩的祭仪乐舞展现出来，让大家看到部落的团结。从新北市来的族人们，在这一场力与美的传统舞蹈中，已充分感受到南竹湖部落族人们的团结精神与好客。在4天3夜的祭典研习中，不管是南竹湖的部落族人在传统祭典的分享与教导，或是从新北市来到部落研习的族人们，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祭典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。就像第一天我们所看到的迎灵祈福仪式，庄严中带着虔诚的祝祷，揭开整个丰年祭的序幕。部落族人们完全遵守年龄阶级制度，更让我们看见了部落秩序维护的源头。而老人家的训勉，更是年轻一辈学习良好品德的最佳典范。在研习行程的最后一天，参加的学员也来到了东莞处，
来体验过去祖先生活的方式，包括射箭、放竹炮及荡秋千等活动，更在港更乐团的欢乐音乐声中，展现了原住民喜爱歌舞的天性。学员们即兴地表演歌舞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将自己对文化及传统歌舞的热爱，透过声音及肢体舞动完全呈现，也为这次的研习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我第一天他就发一个牌子，他说我们是有年龄的那个阶级，因为我们部落没有，我们女孩子也没有阶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连吃饭他也要分那个阶级。哦，你们什么阶级？然后呢，我坐错位置，他说不行，你一定要再跟蓝绵绵在一起。我也蛮震撼，说哎，他们分得那么清楚。老人家训年轻人，我在这几天看到他们老人家训年轻人是蛮听话的，也不会有那个不会去顶嘴都没有，就打骂就骂，就很自然的去接受他们老人家的训话哈，这是我这几天的感想。每一个参与研习的新北市学员都满是收获，也深受感动，并衷心期盼文化传承发扬的种子能够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发芽茁壮，让阿美族的丰年祭在任何一个有阿美族人的地方延续下去。各位主角我们赋予任务真的要在部落挖宝，然后挖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祝福大家愉快反战而归。